想先同大家分享有幾節嘅聖經，好抓住我嘅心，係記載喺約翰福音第9章。請大家嘗試翻開聖經睇約翰福音第9章，請大家同聲嚟讀第1節至到第7節好啦。都過去的時候，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。耶穌說：拉比，這人生來是瞎眼的，是誰犯了罪？是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穌回答說：也不是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。趁着白日，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。黑夜將到，就沒有人能作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穌說了這話，就吐唾沫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對他說：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。西羅亞翻出來，就是奉差遣。他去一洗，回頭就看見了。唔該大家。呢一段嘅聖經好吸引我嘅心。呢度講到耶穌基督，佢同班門徒有一日行過一個街邊，見到一個生嚟盲眼嘅乞兒坐喺路旁嗰度。咁如果你喺街見到乞兒，你會點樣啊？一係就揞下個袋有冇錢，俾幾蚊佢嚇；一係咧你就快快行開嚇，你唔俾錢人就唔好喺度眼望望。但係呢一班嘅門徒呢，跟得夫子一段日子，思想都非常敏銳。佢哋思想係一啲好深度嘅神學問題。既然有一個最高嘅神學家喺度，就開始問啦：老師拉比，究竟點解搞成咁啊？呢個人啊，生嚟係瞎眼嘅。一諗就諗到呢個苦難嘅問題嘅症結喺邊度咧？一賴就賴到罪嘅問題，邊個犯罪啊？究竟係呢個人本身咧，抑或係佢個父母犯罪呢？如果一轉入呢啲問題嘅時候呢，我哋咧頭都赤晒，但係對住耶穌就唔會頭赤啦。耶穌就會解俾佢聽，原罪係點樣嘅，又呢樣嗰樣啊，來源係點樣啊，可以咧寫幾本厚厚嘅神學巨著都得。但係耶穌基督好奇怪，當我讀呢段經文嘅時候，佢三兩下散手咧就掃低咗佢哋。佢話也不是這人犯罪，也不是佢父母犯罪。咁佢想點啊？咁啊更加困難，又唔係呢樣，又唔係嗰樣。咁究竟係乜嘢呢？唔係罪嘅問題。佢話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。弟兄姊妹，有一日讀到呢度咧，我心都寒晒。如果你頭腦複雜一啲咧，你仲諗得更加深入。咁你真係攞我哋嚟搞一神。你做晒導演，搵我哋做替死鬼，收開人，要彰顯你嘅榮耀，就攞我哋嚟教飛。整到我盲咗，由細盲到大，你話幾冤枉呢？其實由呢個問題你可以引申到更加複雜嘅神學問題，但係耶穌基督唔容讓呢啲嘅思潮發展落去。佢立刻講一句，我哋覺得唔知點解佢殺出一句咁嘅說話出嚟。有時你讀耶穌講嗰啲說話咧，句句隻隻字你都好知佢講咩，但係湊埋就唔係好明佢噏乜噶啦。咁我讀咗好耐，我先至開始發現有啲巧妙。耶穌基督話：趁着白日，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嘅工。黑夜將到，就冇人能夠作工啦。講完呢句黑秃咁，咁喺地下喺度和啲泥咁啊，搵搵佢個眼咁啊，去洗洗咁啊，搞掂啦。咁又話咁解決苦難嘅問題就係醫佢啦。咁所以就係要神醫咯，又要呢樣嗰樣咯。唔係啊，你留意咧，呢個入手就好好噶，但係跟住入35節咧。耶穌的基督知道佢開咗眼啦，知道佢願意離開會堂，佢都係堅持佢所被醫治嘅嗰個，佢要揾翻係邊個？耶穌親自嚟到遇到佢，
你信神的兒子麼？他回答說：主啊，好想信啊！誰是神的兒子，叫我信呢？耶穌就話：你已經看見佢，同你講緊嘢嘅就係佢。佢就話：主啊，我要信啊！就帶佢信主，帶佢接觸，除咗身體、肉體嘅眼睛得開，心靈嘅眼睛。喺呢個時代有好多嘅需要，面對呢個苦難嘅世界裏邊，我哋可以有好多神學嘅思潮。喺我心靈裏邊，我喺讀大學嘅期間，其實我心底裏邊就係投身喺美國讀大學，投身嗰個大眾傳播呢一系。其實我就係一種嘅抱負，哇！要點樣中西文化嘅交流？我要點樣解決人類，導致和平？我相信每一個年輕人，每一個有知識、有學養，甚至有抱負嘅年輕人，你都好想為呢個時代擺上一啲嘢，做一啲嘢。天災人禍，你睇到生靈塗炭，睇到水災，睇到旱災，睇到空難，睇到政局嘅變化，影響整個世代嘅民生，影響整個世代嘅經濟，整個世代嘅政局、社會一切嘅嘢。我哋可以俾呢個世代乜嘢呢？係咪我哋要做一個點樣改革社會、建設佢哋嘅人呢？我以前睇報紙嘅時候，我成日讀咁多書，我都好唔明白點解呢個國家要同嗰個國家打交，呢個家庭要同嗰個呢度內訌，呢個人要咁樣殺嗰個人，好多問題我解決唔到。當我接受咗耶穌基督之後，我掀開報紙，我明啦，一個罪嘅字好大喺度，每一件嘅事蹟，每一樣嘅兇案，個根在乎嗰個罪嘅問題。人心靈裏邊重生，係改變整個世界、解決整個世界嘅動力嘅基礎。唔知大家相唔相信？如果你咁樣都唔信，我哋信耶穌有咩意義呢？呢個係根基嘅問題。我信咗耶穌之後，我有機會遇到一個外國人，我同佢傳福音，佢同我講，佢唔會信呢啲嘅，佢係一個好熱心嘅要反革命嘅分子。我同佢企喺街嗰度就傾咗一段嘅時間，我話俾佢聽，如果我唔信耶穌，我都好似你咁熱心投身去改革政制 structure 啊！但係耶穌基督改變我呢個人，透過我呢個人改變我個家庭，透過我呢個家庭再改變開去，再擴散開去，唔係架構政制嘅問題，係整個生命單元個人嘅問題。如果唔係你唔得救嘅話，你點樣改變呢個社會呢？一朝輕啼，千萬人頭落地。耶穌基督話：我國唔屬於呢個世界。如果我國屬於呢個世界，我神僕必起來爭戰，唔用武力去解決，用愛去解決，用釘喺十字架上，用義代替不義去解決，用生命嚟影響整個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嚟到呢一度，你要了解啲乜嘢？你要聽啲乜嘢？乜嘢係解決呢個時代最重要一個信息？係耶穌基督嘅福音。瑞典有一年國家裏邊一個口號，乜嘢係呢個世界嘅希望 ？Jesus Christ, the hope of the world。世界嘅希望係耶穌基督。我哋面對呢一個末世嘅時候，親愛嘅基督徒，我哋點樣嚟到為主擺上我哋嘅人生？耶穌基督面對任何嘅嘢，佢先有一個好先決嘅條件，趁着白日，一個時機嘅機會主義者，呢個屬靈嘅時機嘅機會主義者，佢一找住呢個機會，佢即刻就要解決嗰個人嘅問題，即刻就要拯救佢，唔係嘥時間喺其他嘅嘢上邊。主耶穌好快翻嚟，你感唔感受得到？其實如果你稍為留意嗰啲報章，稍為留意啲新聞，你好了解嘅。但係可惜我哋香港嘅基督徒，好似一般嘅香港人一樣，我哋唔會去睇。所以呢，嗰套咩核戰之後好緊張啊，係咪啊？好快落畫啦！啲香港人都唔睇呢啲，唔關心呢啲嘅咩核彈冬天啊，咩都唔計較嘅。香港人最緊要現實喺眼前。所以好啊，感謝神，1997最貼身啊！1997，哇，真係緊張。無論你係積極嘅思想，係消極嘅思想，
樂觀主義、悲觀主義，無論點樣，我哋打到最壞嘅打算，趁着白日，我們必須作那差我哋嚟者嘅工。黑夜將到就冇人能夠作工，所以點解我哋要一班咁同心嘅10幾個嘅董事？我哋唔係掛名啊！你睇佢哋有乜嘢，百忙當中就出席抽空，努力嘅支持。我哋要睇準呢個宣教嘅策略，唔係淨係差到山卡拉、孟加拉好遠嘅地方，向嗰啲我哋唔同種族嘅人去傳福音，嗰個係需要。但係嗰個基礎，我哋香港啲教會嗰啲基督徒啲基礎都做唔好，你周圍嗰啲你都唔傳，咁你點話講到去咁遠呢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哋興起呢一樣叫做本地嘅宣教工作。所以你一睇到嗰個簡章咧，哇！咩叫做奉獻2年，遍傳福音？咩叫做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？你以為係跨國嘅，去到外國嘅，咁先係宣教咩？你搞掂香港本土嘅福音工作，面對1997，面對無多嘅時日，有冇好地將福音遍傳呢？喺呢個環境裏邊，喺呢個崗位裏邊，你睇下面對97嗰啲異端邪教幾有策略，唔好講話面對97啦，面對末世佢哋唔知幾有使命感。你睇啲摩門教2年自廢嘅，以前係男人啊，而家係女人；以前係外國人啊，而家係香港人，兩個咁樣。朝頭早10點鐘開工，夜晚10點先收工。我哋啲短宣收工啦，我哋話做到死下9點零10點啊。我哋話收工嘅時候喺街邊仲撞到佢哋喺度擺緊街檔。啊！你真係心裏邊，你有咩感受啊？我相信你好容易，我哋呢班坐喺度嘅基督徒，你好容易撞到啲異端邪教，周街傳福音。你有咩感受？你睇到嗰啲耶和華見證人會，每一個耶和華見證人嘅異端，佢自稱為傳道員，佢自己稱為自己係傳道人咁樣啊！普通弟兄姊妹啫，人人積極咁受訓，晚晚去聚會嘅，受咗訓練點啊？平均一日至少奉獻1小時出嚟做俗家拍門賣嗰啲警醒守望台雜誌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俾佢拍到上我哋個門嘅時候，我哋有咩感受咧？同佢駁火啊，嗌交啊！你出去傳啊？點解你唔肯傳呢？弟兄姊妹，乜嘢係更大嘅價值？乜嘢係你人生嘅意義同埋價值？面對呢一個白日將盡、黑夜快臨嘅時候，你點樣回應主嗰個喺你心靈嘅感動？耶穌基督話：趁着白日，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嘅工。黑夜將到，就冇人能夠作工。耶穌基督抓住呢個機會，瑪利亞趁住耶穌坐席嘅時候，打破玉瓶，澆香膏喺主嘅頭上。傳道書話，所臨到眾人嘅係在乎當時嘅機會。弟兄姊妹，呢個係你嘅機會，你願唔願意擺上自己呢？